今日嚟到上海街618呢個舊建築改裝成為商場嘅展覽噃，呢度有幾位藝術家嘅展覽。呢度係佢哋嘅介紹，總共有見到8位藝術家佢哋嘅介紹。呢個係主題係 LOVE Love。喺唔同嘅位置都有唔同嘅影像效果嘅。呢個就係阿里沙鎮。呢個就係 Jenny Low。呢個系列都係 Jenny Low。咁我哋見翻阿咪啦。喂 ，hello。阿咪，介紹下你嘅展品啦。喂 ，hello， 今次咧我就配合朋友邀請做咗一個同愛有關嘅題材。咁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，因為我不嬲都係做塗鴉，做開啲污糟邋遢嘅媒介嘅，通街畫啊嘛，係咪？咁當然而家冇通街畫啦，唔敢通街畫啦。咁我就做咗一個同愛有關嘅立體作品。咁只要喺呢個水平嘅位睇咧，佢係一個模樣啦。咁換個角度睇咧，呢邊睇咧，有另外一個模樣啦噃。叉撐。咁呢個作品咧，其實咧就係想講，如果兩個人喺一段關係裡面，大家都係唔喐嘅話咧，其實就好似一個無形嘅牆咁樣隔住咗嘅。只要有人願意喺關係嗰度行多一步，換個角度睇，其實我哋大家係可以面對嘅。咁呢個就係我想講我對愛情嘅睇法啦。好 ，thank you。
唔該晒，咁咪 Thank you 有冇其他朋友介紹下？有啊。好，介紹下其他嘅呢個指南。係，你好 Danny 就係佢介紹我過嚟一齊參加呢個展覽。係係咁呢個係佢